南投埔里社区小基金的计划开办着精美研习的课程，教导社区的居民甲长辈中医精美养生之道。讲述小解人体12条经络，同时嘛说明经络的原理和对人体健康的作用。提简单的设计棍仔讲经络的所在，有运动保健效果，有通血路的作用。真侪学生学一道，拢感觉真有效果。帮助蛮大的，因为本来很想要来学那个经络指压的方面。埔里镇福利社区计划开办经络养生课。利用传统民俗疗法，让学生更加了解养生的原理。就是可以从平常的生活习性啊、一些微习惯啊去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呢，那让他们的身体可以自我保健。主办单位希望各社区学员学晓了后，会当成做社区老师，当去教社区民众和是大人，用简单佮好学的中医原理和民俗保健方法，在咧社区内底做推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